晚8點無線新聞台。上半年樓市成交加快，帶動樓價運動打地升嘅。日出康城有新入伙嘅屋苑，樓價比半年前升咗1成幾。參觀一個一房房盤，實用330尺，單位採用開放式廚房嘅設計，上下都有曲尺型嘅櫥櫃，仲內嵌咗雪櫃同微波爐等嘅家電，以白色為主，有助減輕壓迫感。工作台面唔細，附設咗雙頭電磁爐，備餐空間合適。門口仲有全新鏡，方便住戶出門之前整理儀容。再入去就係長形嘅大廳，向東南近150尺，牆身比較完整，方便擺家私。外連3合1嘅露台超過30尺，晾衫更加方便。景觀望內園以樓景為主，但係中間有唔少距離，仲有小良海景，望到將軍澳跨灣大橋，景觀相當開揚。屋苑嘅賣點咧，又因為樓齡比較新啦，生活配套就好方便嘅。咁樓下就有一個大型商場啦，隔離就一個港鐵站。而參觀呢個放盤單位咧，咁雖然係位處低層，但係由於佢喺呢一個商場上蓋咧，同埋佢自己嘅停車場上邊嘅，所以咧就等同於其他屋苑嘅中層景觀咧，就非常開揚。而且對開咧有公園啦，同埋有海景啊，呢種優質景觀咧，主要都會留翻俾大單位嘅。一房起得出嚟又比較少，佔整個屋苑嘅1成左右。睡房同樣向東南，景觀同大廳差唔多，大約60尺，開積偏長型。雖然做唔到3邊落床，好彩樓底高，壓迫感唔大。靠窗擺咗睡床之後，旁邊仲可以容納衣櫃等嘅家私，仲有落地窗，採光算係充裕。浴室採用套廁嘅設計，入口喺睡房入面。雖然客人到訪嗰陣會有少少唔方便，但係大廳就會多一幅牆，方便家私佈局。裡面有超過35尺，企缸、洗手盆等都係全新，仲有大嘅擴闊空間感，不過冇窗，通風一般。代理話，一房單位受到租客歡迎，近期平均尺租大約47蚊，一手租務回報近4厘。主要吸引咗同區分之家庭啦，同埋年輕嘅上車客。因為呢度樓齡新啦，配套完善啦，所以佢哋比較中意。而呢度嘅租金都比較吸引嘅。以一房為例啦，如果同區將軍澳站咧，佢要19000蚊，而呢度咧就15000蚊已經可以入場啦。代理話，業主係炒家，我好擔心牙齦萎縮同敏感牙齒啊！唔使擔心，我推薦高露潔 Total， 佢可以從根源嘅買入價高出超過2成，不過貼近銀行估價。週末睇樓團係由配備平面圖、VR 睇樓、連結銀行即時估價嘅澤谷 Property HK 地產資訊網贊助播出。了解天。